嗰啲法利賽派嘅人同撒都該派嘅人又嚟試探耶穌，要求佢從天上顯個神蹟俾佢哋睇啊！耶穌回答話：如果喺傍晚嘅時候，你哋見到天邊出現紅霞，就知道聽日係天晴。喺早晨嘅時候，如果睇見天色發紅發黑，就知道當日必定有風雨。你哋識得分辨天色，但係睇唔出呢個時代嘅徵兆咩？呢個係邪惡淫亂嘅時代，你哋要尋求神蹟咩？除咗約拿嘅神蹟以外，唔好想有乜嘢神蹟俾你哋睇。講完就離開佢哋走咗啦。門徒坐船去到對面岸，佢哋唔記得帶餅，耶穌就對佢哋講：你哋要謹慎，防備法利賽人同撒都該人嘅教。門徒呢就議論起嚟，佢哋話啦：老師係唔係因為我哋冇帶餅就咁樣講呢？耶穌知道咗佢哋嘅諗法，就話啦：你哋呢班信心不足嘅人，你哋點解因為冇帶餅而擔心？唔通你哋仲唔明白？唔記得5個餅就令5000人食飽，而且又裝滿幾多個籃呢？同埋唔記得咗嗰7個餅就令到4000人食飽咗，而且又裝滿幾多個籃呢？我對你哋話，要防備法利賽人同撒都該人嘅教。呢句說話唔係指住餅講嘅，你哋點解唔明白啊？門徒呢個時候先至知道耶穌所講嘅唔係叫佢哋防備餅嘅教，而係防備法利賽人同撒都該人嘅教訓。耶穌到咗該撒利亞腓立比境內，就問門徒啦：人哋話我係邊個呢？門徒回答話：有人話你係施洗約翰啊，有人話你係以利亞先知，又有啲人話你係耶利米，或者係好多先知裏邊嘅一個。耶穌又問佢哋：咁樣你哋話我係邊個呢？西門彼得就答啦：你係救主基督，係永生上帝嘅仔。耶穌就對佢講：約拿嘅仔西門，你係有福嘅，因為呢件事唔係人指示你嘅，乃係我天上嘅父啟示你。我仲要話俾你知，你要叫做彼得，意思係一塊堅石。我要喺呢個磐石上邊建立我嘅教會，死亡嘅勢力唔能夠勝過佢。我要將天國嘅鑰匙交俾你，凡你喺地上捆綁嘅，喺天上亦要捆綁；凡你喺地上釋放嘅，喺天上亦要釋放。當時耶穌又叮囑門徒，千祈唔好對人哋講佢就係基督。自此之後，耶穌先至開始讓門徒知道，佢必須去耶路撒冷。嗰啲父老、祭司長、律法教師會令佢受好多苦，並且被處死。但係第3日復活。彼得將耶穌拉埋一邊，責怪佢話：主啊，千祈唔好咁樣啊！呢件事絕對唔能夠發生喺你身上嘅。耶穌即刻轉過身嚟到責備彼得話：撒旦，退到後邊去！你係絆我腳嘅石頭，因為你唔體貼上帝嘅事，只體貼人嘅事。然後耶穌就對門徒講：如果有人跟從我，就應該捨己，背上自己嘅十字架嚟跟從我。佢如果顧惜自己嘅生命，必定失去生命；但係為我喪掉生命嘅，反而得着生命。人如果賺到整個世界，卻斷送咗自己嘅生命，又有乜嘢益處呢？佢仲能夠用乜嘢嚟到去贖回生命呢？我必要喺我父嘅榮耀裏邊，同眾天使一齊降臨，按照各人嘅行為報應各人。我實在嘅話俾你哋知，你哋中間有啲人仲在生嘅時候，就睇見我同我嘅國一齊降臨。